毛主席感觉没有了，当年毛主席我最主要的一年人类改革他三十，总理样的呀，这航线里，这是就第四节的总理样的呀，我这当年，那这都是两年多的长寿山水，生长起来，但是总理做不了的，然后我们在做不了的。完了，创造了呀，什么呢？圣体，圣体，基础规律的洗礼，要点学历上面，都是这里呢是我做这些，哪里啊？都有点。要是这个也是我的创造的运动，什么啥不是啊？去开发那个马上那运动什么啥不是来说呢？说是地方，流调修理的很多条的，在这里马上创造，都是些个人些方面，生意上不去，是一些疗伤方面，拿出来，